妹明啦吧，他哩就不是伢哩不喏，伢哩嘞伢啦吧嘞，不是伢本考哩吧喏，他哩说路线嘞，他哩说路线，那说了我路线伢啦吧嘞，这个路这路线，这。四千人投ပေးပါတယ်နော်ဒါလေး四千လေးတကယ်လို့ရချင်တယ်ဆိုလို့ရှိရင်လည်း四千လေး投ပေးပါတယ်နော်ဒါလေးဆိုလည်းရန်လာပါတယ်ဈေးလေးကကျတော့80နီးနီးပေါ့နော်ဒါမဲ့ဈေး short တင်လေးတော့ရှိပါတယ်ဈေးလေးက80နီးနီးပါပဲရှင့်对，水里是你的吧 ？Hello， 家人们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红宝石，很好看的一个红宝石蛋面。然后呢，这是如果想出证书，也是可以出的啊。这是全部都是天然的，全部都是天然的。如果你们想要证书也是可以的，这用来可以自己去镶嵌的啊。然后价格的话，32000人民币。价格是32000人民币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小薇来说的哦，谢谢大家。